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志远。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之初的原则和目标声明表明，它是一家私有的非牟利基金会，致力于协助全世界的民主机构的发展和壮大。自1983年创建以来，该基金会一直坚守在全世界各地为民主而奋斗的前沿。不过，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环球时报》则指责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搅和世界，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那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它所推动的民主理念到底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运作的话题。我们为您邀请的嘉宾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亚洲、中东及北非项目的副总裁路易莎·格雷夫女士。路易莎·格雷夫女士在节目中讲英语，您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然后拨866-837-5161。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呢，您可能要先拨108-710，然后再拨866-837-5161。另外呢，您也可以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来参加讨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sinwen@gmail.com。现场直播，即时扣印，现场他的首次，关注国际局势，掌握国内动态，电视广播同步播出，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全面、客观，把握时代脉搏。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演播现场，格雷夫女士，欢迎你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谢谢您邀请我来。那前面呢，介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那么就是中国的人民网《环球时报》，这是官方的媒体了，说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主要资金呢是来自美国政府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向各国渗透，甚至说呢是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外一块招牌。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种说法，是你应该给一个怎么样的回答呢？就是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谢谢您问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的、独立的一个非政府的组织，它是不是受美国政府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董事会是完全由这个私人来组成的，其中有几个这个国会的这个成员，他呢资金来自于国会，是有意这样做，因为呢让美国的公众呢来支持那些全世界各地追求民主的人，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公共的这种性质，因为是有这个纳税人的款项来资助，但是呢它是一个这个私营的一个组织，而且它呢是非常透明的，它和这个中情局是完全没有联系的。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就是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到底做了哪些工作？比如说像东欧的一些巨变。像历史就是说20年前吧，就是说从柏林墙倒塌、前苏联的解体，以及近些年的这个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所谓颜色革命，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呢？我在这里想要澄清一下，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不出资来支持革命，我们也对于任何国家要解体呢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呢是非支持那些非政府的那些组织，他们呢通过民主的手段来追求民主的目标，也就是都是和平的这些活动，完全是用劝说的方式来在
政治体系当中实现变化，并且能够推动在社会当中的民主的价值。所以我们支持这个在东欧的很多的组织，那些组织呢是监督人权、教育这个公众对于人权的理解，他们理解普世价值普世的权利。还有呢，所有这些这个联合国下面的这个各个国家呢，他们都是签署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权宣言的。那么这个人权宣言呢，它是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它支持所有这些想要实现这些这个公民和社会权利的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呢，他还说是NED， 就是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是频频的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对于这种说法呢，您怎么回答呢？或者说我们具体一点说，就是说在西藏问题上，比如说2010年，就是今年的2月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授予西藏精神领袖呢达赖喇嘛以民主服务同志奖章。在这之前呢，那个达赖喇嘛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私人的会谈。那么之后呢，就是得到了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这个民主服务奖章。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授予达赖喇嘛这枚奖章呢？首先我要说的是呢，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支持所谓的反华的组织，或者是反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组织。我刚才讲过，我们支持这些非政府机构，那些想要推动自己社会内民主价值的这些组织，他们应该选择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这样做。那么谈到中国呢，有很多中国的公民也在进行维权的运动。那么当然这包括西藏啊，以及藏族啊，以及维族的还有汉族的人的这个权利呢，也应该得到维护。那么的确我们支持了很多这个支持西藏啊以及维族人的这个人权的组织，因为呢我们需要一些专门理解这些这个当地语言的人。而且呢这些地区呢在中国呢从法律上来讲呢是自治区。那么很多人理解这个，比如谈到达赖喇嘛，很多人理解达赖喇嘛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领袖，而且呢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国人呢对于藏传佛教很感兴趣，外国人也很多人对此很兴趣。那很多人呢可能也知道他是支持这个人权和民主的。那么他知道一个要改善人类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条件呢，一定要改善他们的这个人权状态。那么我们给他这个奖章是要确保人们理解达赖喇嘛对于这个人权的贡献，不单是为了这个藏族人，而且呢是为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希望支持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这个努力，来实现他们的根本的人权。那么在这个新疆的问题上，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最近呢，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举行了一个中国汉族与维族关系前途的这么一个研讨会。那么你们举行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是为什么要举行这样一个研讨会呢？Well, this is one of the very sensitive questions in China. 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也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的团体，他们有什么权利？怎么样能不能保存他们的文化，讲他们的语言？中国的法律明确的，比如说规定说少数民族应该得到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但是在中国国内呢，谈这个问题非常困难。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几十年来呢，有很多的这个冲突，那么而且人们很少有机会呢能够来谈这个问题。谈到这些在中国社会里面的这种民族的上面的一种偏见。那么维族和汉族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对话呢？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论坛，让他们来进行讨论，让往往有些人在中国社会内部可能没有发言权的一些人呢，至少能够在国际上呢有一个话语权。那么这不是为了这个独立，而是为了人权进行的。
好，那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接一些听众和观众的电话。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刚才在我们新闻里边呢提到了这个缅甸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昂山素季，还有前面提到达赖喇嘛说要在政治上退休。那么在中国呢，现在还有一个在监狱里边的这个诺贝尔奖的和平者的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这个获得者是刘晓波。那么您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什么看法？就是说，从您的角度看，我知道您是不是要认识刘晓波？你对他这个个人所作所为是不是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您的这个有什么回答？Yes, in fact, 的确，我是认识刘晓波，我呢，跟他见过面。他呢，这个著作的，或者说他呢，其实在过去的这个20年以来呢，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这个非常一致的来维护人权的以及这个人权价值的这些人。那么他呢，在这个中国呢，呼吁要有这个民主的制度。最近非常有名的一点呢，就是他呢共同呼吁这个08宪章要求中国呢来推动民主的制度。那么这个宪章要求的是和平的变化，他呢呼吁要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的一个民主的制度，但同时呢也要考虑进去这些普世的价值，那就是要有这个民选的政府，而且普通的老百姓呢能够有他们的人权能够得到尊重。当然言论自由作为一个普世的价值呢，也应该不能够被当作是一种犯罪，它不应该是一种犯罪，只要是和平的方式的话，这是根据这个国际惯例是这么认为的。那这个也是在这个中国所签署的这一个世界这个人权宪章上面所包括的，所以呢它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你还要不要我谈一谈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于刘晓波的了解呢？刘晓波呢，如果你看一看一些中文的这种出版物的话，而且这些出版物是得到了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基金的支持的，那他为这个杂志呢撰写了很多的文章，所以呢他也就是说我们支持这些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些论坛。那我们有很多的赠款是支持很多这样的出版物，现在呢已经在这个互联网上了，包括民主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出版物。那么所以呢刘晓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作家呢都为这些杂志写了文章。除此之外呢，他长期支持民主中国，而且这个杂志呢是在中国海外编辑的。在2006年董事会决定这些编辑工作应该在中国国内进行，所以呢刘晓波就变成了主编。那么他作为这个主编呢，他负责编辑这一个期刊，这个期刊呢是得到了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赠款的支持。那除此之外呢，听众呢也许了解一个独立笔会，这一个组织呢是在2001年开始的。在2003年呢，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开始给他们一些赠款的支持，支持他们捍卫言论自由以及作家的权利。那么刘晓波呢被当选成为在2003年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成员，以及后来到2003年是成为他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董事长。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好的一种民主的一种做法，也就是说从2003年到2007年呢他是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董事长，然后呢在2007年到2009年呢又成为他的董事会的成员。当然呢他因为在2008年的这个12月份呢被逮捕，所以呢后来就不能参加这个独立笔会的工作了。但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呢感到非常高兴。那我觉得呢他能够参加这个我们所资助的这个工作呢，表示出他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因为他在这个知识分子啊，在这个关心中国民主未来的人士当中呢是有很高的声誉。那他既然参加我们的这个工作，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持。
好，过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讨论。这是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正在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运作。现场嘉宾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亚洲、中东及北非项目的副总裁路易莎·格雷夫女士。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来宾提问题或者发表您个人的看法。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然后拨866-837-5161。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您可能要先拨108-710，然后再拨866-837-5161。您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吗？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途径，只要您的手机能上网，您就能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简体版的地址 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 tw.voa.mobi。赶快用您的手机试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此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sinwen@gmail.com。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网络24小时追踪，为您提供最新消息。东南西北天下事，事事报道，客观、详实、公正、可靠。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网络手机，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接听一些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接一下河南李先生的电话。河南李先生，您请讲。主持人好，你好。说那个就是关于这个民主啊，中国就是如果中国它这个我们中国就是说如果不民主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繁荣啊，一个强大的或者是繁荣的一个中国，就是强盛的一个中国。中国实现民主了，那才是真正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哎呀，我还想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个美国，就是说中国政府说这个美国这个基金会啊，这个民主基金会啊，他说是美国的一个什么一个间谍机构啊，我觉得这个说的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啊。我觉得他因为这个民主，他可能通过美国政府他这个机构啊，间谍机构，他可能通过民主基金会，不是他这个基金会啊，了解中国的民主进程，来调整对中国的政策。这个民主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呢，这个民主啊，我还有对民主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民主啊，它就是这个人属于这个。全人类的，就是你包括个人，对个人而言，就相当于个人的生命一样，天生下来这个民主就是属于人类的，这是人天生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吧。全人类都是一个目标。还有就是说是我认为最后就是说是民主这个美国啊，他们不要老是在这中间利用这个为了他们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是不要或者是做一些。在民主这个对中国的民主上，不要做一些阻碍中国民主的一些事情，我主要这样做，到时候到以后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中国的历史上人民，会到时候会对美国要清算的。我希望能告诉美国这一点。好，谢谢你，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一些质疑。您能不能就李先生提的问题呢做个回答？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可以，谢谢您提的问题。One thing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s that 想解释一点。 NED supports programs in 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全世界80个国家的一些项目。那么当然，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当然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进程，也支持世界上其他各地方的民主进程，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其实也不代表美国政府，我们只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支持民主人士，那些相信民主的人士。我们
认为任何地方如果想要这个有这么一个赠款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如果他们有一个计划，如果是能够支持民主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话呢，那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这个基金。那么，你当然这是来自美国的这个资助，但是你要了解这个资助呢，并不来自美国政府，它的确是来自美国，表示美国对于这个支持民主人士的支持，这点呢也需要进行澄清。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也不收集情报，我们呢不为我们自己或者是为美国政府来做中国方面的这个研究，我们不做这样的。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理解这个民主的运动呢想要做一些什么工作，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提供我们的支持。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些听众观众的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您请讲。你好，我觉得美国也许会遇到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经济上也许会遇到这个危机，但是恰恰它的民主倡导，包括你们民主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我说永远不会衰退，因为我们中国比较起来，观察几十年，中国的这个很多社会问题，现在聚焦到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还没有民主，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社会的阴暗面呢，都不是强扯，而是确确实实掐皮分的是归结到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太成问题了，恰恰缺少的就是民主这个基本的这个架构啊，所以这个就像消防队来扑，这个到处都是火，但是我想它到哪里最终扑灭不了。中国的民主，我认为我还是有观察的，这长期观察还是有希望的，会取得进展，但是会不如人意的，速度太缓慢了。我们官方的宣传都是我们的党，我们的这个体制似乎是很优越，但是我们也会做比较，我们也会做反驳。这种中国的体制，最终这样长期下去，他要想长持这一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就以刘晓波这个事情来说，都是走的我们确实有很多地方都不经一搏的，搞起比封建王朝那个时候有助念。现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都给软禁了，这他本身是违罪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民间的从事的活动啊，都可以发牢骚，可以骂某个领导人，但是你不能够有组织的形成力量来改变现状，在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恰恰他们怕的是有组织。我想他们现在说这个刘晓波的是以刘晓波为话题的，他是提倡的是08宪章嘛，这个宪章和中山的追求，这个就是宪政嘛，这个国家是求之不得的，现在都把它当这个政治，当这个颠覆政权，这个是我们是不服的，为刘晓波是民冤的。所以希望你们大胆的从事在中国从事工作，我想你们终究会得到中国人的认可。谢谢。好，谢谢你，湖南的王先生。我们再接一下内蒙陈先生的电话。内蒙陈先生，你请讲。内蒙的陈先生。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请给主持人嘉宾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民主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募集来源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就是美国民主基金会在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国内的国民并不是很了解。和另外对待异议人士的帮助方面有没有起到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会在美国以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在美国政府在经济与人权双向性选择之上，不要考虑经济权益，而就是牺牲这种长远的利益，而去为了保住这种短暂的经济效益，而进行长远的，这对美国。好，谢谢你，内蒙的陈先生。因为你的这个线路呢不是很好，所以就请你讲到这儿。你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嘉宾呢给你做个回答。
Yes, thank you for both your calls. 谢谢这个来自湖南和内蒙古的2个电话。我首先呢想要回答这个刚才说资金来源的这个问题哈。资金来源呢是美国国会，所以对于很多人来呢，他们就觉得说，如果这个资金来自国会的话呢，那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呢？在这里我要再次澄清，我们美国国家基金会呢是1983年注册登记，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一个机构。我们有这个董事会，这个董事会呢不是由总统来任命，也不是由国会来任命的，也不是由美国国务院来批准的，所以它是完全独立的。但是呢，美国国会呢非常信任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展开我们的使命的能力，所以呢，它拨了这个款，在这是它的预算当中。现在呢，每年呢超过了1亿美元，这现在已经延续好几年了。那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于这样的美国国会给予的信任感到非常的感激。那么我们的董事会呢也会非常恰当的来运用这样的一个款项，在80个国家来支持民主。那么具体来讲，在中国我们怎么来支持这些异议人士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些论坛可以自由的来辩论中国的问题。比如说刚才听众说我们怎么样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人民应该有能力来自己自由的来讨论这些问题，理解他们有什么选择，来分析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出版物来也是一种做法。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叫《民主中国》这个杂志，大概已经有20年的历史。还有一个呢，有些听众可能记得好久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叫做知识分子呢，也是一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多年的一个杂志。我们比如说支持一些印刷的这些成本，还有呢这些作者的一些稿费等等。还有一个叫做维权运动，那么这也是来支持一些先进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工作，看中国的这个人民怎么样才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依法来解决冲突。还有一个领域呢是监督人权，那么不能够有一些秘密的这种滥用权力的这种现象。那么如果他们的权利被这个侵犯的话呢，能够有一些方式来解决。那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办公室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董事会以及管理人员。那么我们呢是不做这些政策方面的工作的，我们的这个工作呢主要就是向世界各地的这种民主人士呢来提供这个资金，我们呢是不向美国国会或者是美国国务院汇报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封电子邮件。这个电子邮件说呢，请问嘉宾，你们组织里面有美国国会议员，怎么可以说是与政府无关呢？你们支持不是攻打伊拉克，你们支持刘晓波发表文章，他在你们支持下进了监狱。我认为你们就是刘晓波进监狱的主要原因。中国把你的组织定性为反对中国的组织，对不对？Well, i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to clarify.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我要澄清。那因为美国国会它得到了美国民众的信任，要用要良好的来使用我们的纳税人的这个资金。那么美国国会呢，的确是对于美国国家基金会呢是有监督权。那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呢，美国国家基金会呢要怎么样来解释自己是怎么样用这些基金呢？我们要向国会每年提供非常复杂的年度报告。另外呢，这个年度报告呢是刊登在我们的在网站上呢是向公众的，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网站呢是被封杀的，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观众呢一定要通过代理服务器呢才能够上我们的网。那么我们呢也有这个印刷版。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的确是向这个美国国会这个问责，另外呢也是向这个公众负责的，要了解，让他们了解我们支持什么人。那么刘晓波的被捕入狱的确是非常不正当的，他不应该因为是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表达了他自己的这个观点
点了解这个中国的未来而被捕入狱，这个呢应该在中国应该是被尊重的，但是这就是他的事业。如果你了解一下看看他在这个80年代后期作为这个北京的一个教师以来，他的工作，他的一向是非常勇敢的来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不光是这个教授啊，还有记者啊，还有律师呢等，他们都愿意呢是作为一个监督人来评论中国社会当中所发生的不公正的现象。我们一直非常尊重他，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能够支持他所从事的一些项目，因为他的确呢是从是领导的艺术的这个角度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支持他。好，我们再继续接听一些听众观众的电话。安徽的宋先生，请讲。你好。你请讲。您好，主持人。我个人表达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一直非常感谢美国和美国的这个公众对中国的国内的民主的问题的关注。但是呢，我们生活在国内这么多年，我觉得中国人在争取民主的这个历程里面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但是民主离中国人总是很远。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像刘晓波他们这样的非常有高贵的精神，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在牺牲个人自己的安危啊。但是呢，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到今天已经很多这样的人，包括89年的那些学生们，但是问题解决不了。什么原因呢？我思考一段时间，我认为主要还是要改变一下中国人的内在的生活，就是 inner life 啊。通过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宗教吧，还是要通过上帝的光，通过这个耶稣的这个爱来感化中国人。其实我经常和年轻人们交流的时候，我说，其实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因为这个国家里面缺少公义和爱啊，所以呢，这个民主呢好像变成政府被指责说这个政府不给我们民主，其实中国人民自己内心里面没有博爱的精神，导致没有民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像这位女士他们的基金会啊，我非常感谢，如果能够偏转一下视角，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着手。你比如说，帮助中国的宗教力量的成长啊，在这个方面花一点，你比如中国花一点时间和精力，甚至一些金钱啊，可能会更有效一点。你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大学的学者在做这个 exchange program 的时候呢，到美国来的时候，给他们灌输一点宗教的思想，让他们真正感觉到耶稣的爱对一个个体乃至对一个民族，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啊！谢谢大家。安徽的宋先生啊，就请您讲到这儿。下面我们接河北赵先生电话。河北赵先生，您请讲。你好，主持人嘉宾好。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是对世界和平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为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只拿出1亿元来支持这个中国的民主事业，而且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只花1亿美元。我这个嘉宾，你不认为这个投资太少了吗？为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投入这么一点点资金，是不是太少的可怜了一点？好，谢谢你，河北的赵先生。以上这个安徽宋先生提出的建议以及河北赵先生提出的问题，您能不能做个简单的回答？因为时间很短了。Yes， 可以。我觉得安徽的这个听众呢，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那民主的价值和对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的宪法一样的，它是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它能够让公众呢能够参加一个政治的一个体系。那任何人都能够写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宪法。那中国也有它的非常流畅的宪法，它呢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民主和人权的价值，但是呢，当然社会当中的民众呢要理解这些价值，而且呢要真正的要实施这样的一些价值。那么刘晓波呢，在20多年前呢，他就指出说，人们一定要能够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体现出这些民主价值，在他们和自己的家人呢、他们的朋友之间呢，要贯彻执行这些价值，才能够建立一个基础，才能够在一个大的一个政治的制度当中呢来实现这个民主
主的价值，那然后政府呢才可以实现治理。所以呢，当然在社会当中的民主的价值呢是应当值得推广的。那对于这个河北的这位听众呢，您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啊，我们每年呢有1亿多美元的这个资金呢用在这个全世界，那么这个呢是分在这个80多个国家里面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得到的呢更要少得多这个资金。所以我当然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资金，但是现实呢就是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呢是希望能够支持那些对用一些很少的资金就能够有很大影响的这些项目来进行支持。好，我们再来看一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说呢，您好，你们所说的项目是怎么订立的？你们和参众两院以及总统的关系为何？你们订立的项目会受 FBI 和 CIA 以及军方的影响吗？你们订立项目会受政治党派的影响吗？A very good question.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很高兴来澄清。我们国家民主基金会来提供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是要看谁来申请这样的一个基金，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申请基金，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项目提议，描述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这些活动，那我们呢接受中文或者是英文的这些申请，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呢，我们是不能够支持个人所组织的活动的，所以一定要是一个组织，一个非政府的一个机构。当然我知道在中国呢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们也能够支持那些没有注册登记的组织申请的这项目。那如果他们根据这个政治的环境，在国家政治环境，不光是在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因为政治环境没有办法组织，没有注册没有办法组织登记的话呢，也可以非注册的形式。那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来评审一些这些基金这个申请，来看他们是不是有真正的计划，能够实施一些活动，真正能够来推动民主的价值能够取得进展，或者是能够推动其他的一些民主的程序，或者是促进这个社会的法律的制度等等。那么我们美国国家基金会的这个资金来源是来自于美国的国会，那么总统呢也同意这样的一种拨款，但是呢唯一的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唯一的向他们汇报的方式呢，就是提供年度报告，或者说如果国会想要举行听证会的话呢，他也可以这么做。那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会长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也到国会去做过这个听证会的这个作证，来解释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和联调局或者是中情局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甚至可以看一看授权国会来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来提供拨款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呢是1983年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授权法，这里面呢没有讲说我们的任何的工作呢都不能被认为是我们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尽管不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确是得到来自国会的拨款。我知道这个有时候很难理解，而且呢这种做法呢也不是很常见。那么但是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成立已经有27年了，希望我们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呢能够来解释。好，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抓紧时间接一些听众观众的电话。北京的张先生，请讲。您好，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民主基金会是否支持美国本土的民主和维权运动，是怎么运作的？完了，我的问题完了。好，谢谢你，北京的张先生。我们再接一下河北李先生的电话。河北李先生，你请讲。嘉宾好，主持人好。现在被中共流氓无赖土匪政权迫害的异议人士，很多在狱中，他们的身体健康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希望这个基金会呀，首先关注帮助一下这些个人士。你比如本月29号将要出狱的秦永敏先生。喂，河北的李先生，您说完了吗？说完了，谢谢。谢谢。
那么以上呢，这个北京的张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民主基金会呢，对这个美国本土的民主运动或者民主的这个组织有什么支持？另外呢，河北李先生提出关于中国的异议人士的健康的问题，你们有什么关注吗？ Yes, thank you for those questions. 谢谢您所提的这些问题。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是不支持美国内部的民主运动的。那么当然，美国的民主呢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一个进程。即便是在世界上的民主大国里面呢，也是有这样的需要不断改进自己的民主制度。但是呢，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这个使命呢，不是帮助美国人民来促进民主，而是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来促进民主。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但是呢，我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们出版一个期刊，一个学术期刊呢，是1年4次的，叫做民主这个期刊。有的时候里面呢，也有一些文章是来比较像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一些制度，来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这个民主的制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就是因为发表政治见解而被捕，那如果他们如果是有健康的问题的，那需要这个医疗救治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中国官方认为呢，西方的这个多党制的议会制度呢，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民主是不是像就是说？你们网站上这个讲的就是说，民主涉及人民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行使这种权利呢，需要一套保证自由表达、信仰及结社、自由竞争选举、尊重个体和少数人不可分割的权利、媒体沟通自由以及法律原则的体系。就是说，美国的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是说全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都可以使用这样民主吗？中国的政府的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说他们就是说，共产党领导，然后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需要西方的这种民主的这个制度，你怎么看？ Yes,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does not believe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并不认为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有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我们的使命宣言里面，我们的这个原则目标里面呢，讲得很清楚，每个国家应该制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呢是要遵守民主原则的一个制度。那么当然，这些民主制度的这种形式它当然一定要适应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它的文化等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运作，才能有效的来运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国家民主呢，并不是说想要出口美国的民主，而是想要帮助这各个国家的民众呢来建立适合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坚定的相信每一个社会能够贯彻实施一个民主的制度，而且这的确是最好的一个制度，让不管是在哪个国家，让人民能够更好的来生活。那么中国政府有一句话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你觉得民主是对稳定的威胁吗？因为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把它问这个我们的这个杂志的这些编辑呢来回答让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这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长久的角度来讲呢，它能够消除冲突，能够让人们能对自己的这个制度呢有更多的这个信念。很遗憾，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准备问你，但是没有时间了。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亚洲项目的副总裁路易莎·格雷夫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与积极的参与。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再次提醒大家，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